东番记》是一本记载17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陈棣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第4段。无水田，地下江河，山花开即经，河属拔基水，列美比中华小众，请感乡。采枯草10米用，甘有佳食，好饮另一斗。是宴会，即地大雷团坐，各族以竹筒不歇熬。乐器跳舞，曲亦嗷嗷入歌曲。《东番记》只是台文翻译。东番人、台湾人未晓水产的种植方式，是先采用放火烧鱼，过来再用简单的方式种稻啊。当山花、寒芒花开的时，才开始种植。等稻啊拔穗了后到水，才开始收成。台湾人所种出来的米，比中国所生产的有较长小块。东番米闻起来香香，阁有甘甜气。台湾人有时嘛挽野外的青草。透蓝米做伙用来结酒，有当时啊，嘛会结出有香气的酒。兴啉的时，酒会当啉规甕。组织宴会时，酒放伫大酒桶，众人围做伙，用竹竿啊杯酒来啉。啉酒的时，无可另外传其他的酒菜，音乐鼓声若响起，就开始跳舞。众人开嘴发出呜呜的旋律。以上内容是由董康健教授主讲。多谢收听。